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26，旧历的7月8，礼拜三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无注意到海水涨流，中华一对母仔囝掉离的海溪埔，这真正是惊险一瞬间。中华这个妈妈带着3岁囡仔到新港的海埔去佚佗，无注意到涨大水，就掉离咧采蚵仔迄个海溪埔，两母仔囝惊都惊死咯。好哩加在，消防甲海巡出动着抢灵艇来抢救，尤其是囡仔真惊狂，这个救护员太甲按打，顺利甲两母仔囝救出来。母仔坐抢灵船，和海巡人员甲民众做伙救上岸。为一大一小，一大一小。海巡人员赶紧将两人用毯仔包起来，并且将这个3岁查甫囡仔抹去软桥顶面。虽然伊看起来无外伤，也过有着惊。一个送到病院检查，两个人拢无受伤。消防人员讲，这对母仔囝是昨下晡想要去中华新港沙埔顶面这个工寮耍，不过可能无注意到海水已经慢慢涨起来，但发现的是已经未赴啊。花了半小时之后，顺利将母子救上岸。那因为适逢涨潮期间所以他们的衣服都浸湿了。那因为小朋友受到惊吓那我们消防人员跟他说不要怕，不要怕。相对提醒讲，新港海岸线较悬，内面这个采蚵仔的路比较低，重做是会好海水淹过就无度行。所以讲当地有采一个看板，写涨水南流的时间，乡亲去的时一定要特别注意。